你哋唔係日日話要靚手鐲，又要價錢親民，咁今日佢嚟啦！呢手情緒披毛披狀態已經見到佢微微泛起嘅熒光，整體都好似落完場大雨之後個天青翻，仲帶住啲水汽嘅感覺。其實我哋買翡翠手鐲真係唔需要買咁貴噶，喺自己消費能力裏面就可以啦。真正要考慮嘅係同樣嘅預算，點樣先可以買到高性價比嘅手鐲？連依而家就揀一條去加工，俾你哋睇睇夠唔夠有性價比。身邊的官夫作引導。加工出嚟之後，手鐲嘅冰感已經出晒嚟啦，仲微微泛起熒光，好似一汪清澈嘅湖水，望落去心曠神怡，好鮮好有靈氣。我做咗30幾年啦，我啲貨有冇性價比，大家都有目共睹噶。中意或者感興趣嘅，就留個圈口俾漣漪啦。